在地新闻，海巡署平湖安检所检查物流包裹时，发现有一件内底若像有藏现金20万。通报警方查到原来是诈骗案，这诈骗集团骗民众买黄金，为着要闪欺诈，就叫民众用包裹来寄钱。有猜到那个拆检的时候，猜到一包现金啊，然后他那个寄件人要怎么查他的电话跟那个地址？这纸箱啊包裹内底毋是物件，敢若像有真侪现金。安检所人员通报警方到现场，要来通知寄的人来说明清楚。里面的内容物哦，你们喝的？对，那个警察叔叔，你可以打开吗？海巡署平湖检所安检所在早起经由这电工机检查物流的包裹，意外发现内底有现金。警方甲拆开了后，算算的有20万的现金。随调看超商门市的监视器，对查出是一个70外岁查甫人骑机车去寄的。验过警方联络的时阵，这民众员讲是物件维修费用。伫得到这查甫人同意了后，检查伊的手机啊，有时发现是一桩假投资黄金的诈骗案件。检视其通讯记录后，确认系遭诈骗集团以网络交友结合假投资手法诱骗，并指示寄送现金规避查缉。经警方耐心劝说，男子始惊觉受骗。顶个月底，平湖民众相关依照诈骗集团指示，用超商店到店方式寄出200万块现金包裹，要投资加币货币去赚钱。加在及时互警方冻起来。根据这平湖警察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已经成功阻挡73件诈骗案件，比去年同期50件是明显增加。12月也成功阻止5件，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，避免被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